大家好，今日嚟到屯門，今日會行大欖涌水塘同大棠，喺 F2 出口出發，一路直行，喺新墟街市搭43號 B 去大欖涌村。話咁快嚟到大欖涌村，喺出發之前記得 like 我呢條片同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 記得撳埋個鐘鍵，下次出片會有通知。亦都順便代楊生溫馨提示：結伴同行，安全好多。初級新手適唔適合就要視乎佢嘅安全意識係點啦。嚟到葫蘆噴水池，轉右。依家11點44分，繼續上斜，嚟到呢度轉左，已經望到大壩，陣間會行過去。呢條斜路係上桃坑塘。咁我哋直上，一路直行，嚟到大壩。嗰度有個阿叔喺度釣魚啊！呢度有個紀念碑，大欖涌水塘係1953年建嘅，1957年建成。依家喺度轉入去。哇！呢個景好靚，沿住樓梯上，嚟到分岔路轉右，哇！呢個景幾靚，嚟到呢度轉落去。往黃泥墩水塘方向行，沿住路牌行唔會有錯。繼續行右邊嗰條路，沿住斜路上。
直行去千島湖清景台。終於嚟到呢度，沿住樓梯上，因為時間問題，所以影完千島湖之後要速速走。落到嚟轉右，依家出大堂。呢度有隻關帝嘅馬。繼續沿住路牌行，落到嚟轉右，依家3點39分。就快到楓香林，已疏落嘅紅葉，嚟到楓香林，已疏落嘅紅葉，全部謝晒。依家行返出巴士站，喺度等小巴出返去元朗。旅程結束。